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影响的范围比原本想的要搁较大。就算人无伫咧香港，也即是毋是香港人，拢有机会来入罪。台湾人到香港，嘛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台湾这边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离今仔日正式来运作。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讲，这是向定咱的政府要敬香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请揭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甲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董事长张秀国共同献牌，代表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正式运作。政府进一步实践称香港民主自由的重要里程碑，彰显的就是我们跟香港人，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因为所坚持的是一种自由民主的一个普世价值。办公室为香港人来台湾就学、就业、投资、创业、移民、定居，甲香港有意来台湾的跨国企业、国际法人团体提供服务，电话至少20线以上。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创办人林明基嘛要协助来台湾的香港人，帮助他们在台湾找哪些朋友、哪些组织，去跟他们帮助他们需要什么事情要帮忙的。港版国安法伫今日实施，非香港人也是无伫香港的人，拢有机会犯罪。台湾人到香港，嘛有可能受到影响。这不是仅仅对香港的居民，这是天朝帝国对世界的子民发出的律令。所以这个法已经不是香港，也不是台湾，是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香港即马敢是一国一制，咱方敢要启动港澳条例第60条，陆委会表示讲将会密切去观察，并且适时对外说明。